若是讲到五月节，大家除了肉粽以外，应该拢会想到白龙船吧？但是你敢知影？伫宜兰大溪有一项宜良竞渡的活动，是去予宜兰县政府登录做民俗文化祭典。伊的比赛方式真特别咯，无裁判，甚至是无拼输赢。到底这场竞渡活动是安怎进行的呢？咱看伫咧活动进行的前一个月，赶紧来去了解一下。今仔日呢，咱来到宜兰的大溪。啊，讲到大溪吼，大家拢知影，这宜良竞渡吼，每一年拢会伫咧五月节的时阵咧举办。啊，虽然讲吼，即马五月节还未到，啊，但是庄头内底的人吼，拢已经提早咧准备啊。所以咱吼今仔日就爱去甲因拜访一下。啊，但是去拜访进前呢，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爱来带大家看。大家拢知影吼，较早要出入大溪吼是足困难的。我即马徛的这条道路，就是较早吼。要出入宜兰甲大溪一条足重要的通道。啊，我头前的这个石邦桥吼，嘛是为古早保存到即卖。这个石桥是伫咧西元1891年完成的。啊，听在地老大人咧讲吼，古早吼这个石桥的下底这个水路吼是够宽够深，行船吼是完全无问题。啊，顺这条水路会当通去甲利良河，迄是当时吼足重要的一条出海的水路。嘛是咱即摆要去找找宜良竞渡这个文化起点。哇，大家恁看吼，这个石邦吼，经过100年了后，原来是遮稳，真正是足无简单的。这根据资料来看吼，这个石邦吼，真有可能是较早登山过台湾的时阵咧缀船岛的石头。啊，这个石头呢，其实大家拢会当伫咧真济有历史的庙埕内底，嘛会当看到。所以以后大家若经过这个石邦桥，嘛会当参照安尼扶落来，小摸一下，哇，去感受一个甲文化之间的连接。啊，为这个石桥行落来，你会当看到这个倒手边有踩到一个石碑。啊，这个石碑呢是较早咧装修石桥的时阵所踩的。啊，但是特别的时阵，你看这个顶悬有一个圆弧形。这就是较早做事人经过这个桥的时阵，顺续把这个插刀摕出来，伫顶悬咧磨刀所刻出来这个痕迹，是真正足特别的。这个宜良竞渡是分做顶庄、基武兰，啊，佮有下庄、周阿尾做伙来白平安。啊，咱即马徛这个所在呢，就是顶庄、基武兰的这个龙船厝。啊，咱看到吼，这内底下着这2只龙船吼，这就是基武兰的龙船。顶悬的图甲下庄的这个周阿尾的图，拢是足无共的。啊，遮咱看到这2只龙船吼，听在地老大人讲，这是民国50几年就起好势到即马。所以讲这会当讲是足有历史的，而且这2只龙船拢是用檜火器来做的哦。啊，佮有后尾这就是基武兰的船杯。啊，特别的是基武兰的船杯是青色的，啊，但是周阿尾的船杯是红色的。而且你看，这个船身头顶嘛画着足侪神像，为着就是要镇压这个水内底一寡无平安的物件。啊，而且嘛有一寡讲法，就是讲这个龙就是代表要祈求风调雨顺。啊，个船内底，你看，你看，这船内底嘛画着这个麒麟，就是要求助的意思。这拢是咱台湾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好，即马这呢，就是顶庄基武兰的龙船厝。啊，即马我带你去看下庄周阿尾的船。来到下庄，因这少年家拄好咧练习。每一届咱若是看别人咧爬龙船，咱敢若有法度伫边仔发烧。这回就互邀入，嘛去你爬看卖，看一下这个爬龙船有啥物美感爱学的。哦，庄教授，我看因即马已经开始咧准备啊。是。啊，看到这一包一包，这是啥物？这就是咱的卡柜包。卡柜包是。因为咱爬龙船是用贵的。哦。无像一般拢是用这。毋是，咱用贵的。靠咱内面这只就是基武兰的，外口一只，底是红色的。外口红色的迄只。迄只就是周阿尾。
脚规把先跪好，左手就是夹的，夹无按好，这夹无按，叫直，人出去无要紧。啊，对，是安尼对，安尼，别转来。嘿，白车，你唔通白车咧，白车无啊。嘿。安尼无啦，所以咱你白是爱安尼哇，啊，规个人拢出去啊。预备，准备，我带你后边。来，对面这个也用余光看这边，所以你们两个要同步。你要对。哦，哇，这个位置这你就是要对罗虾。好。台语叫做姿势，一定要领无紧，姿势若浮夸，动作就出来。大概就是安尼，还不错。动作，动作就是准备插的动作啊。我这腰会酸呢。大家拢唔甘挖一房啊，大家搁试看卖。开水。眼睛瞄一下，眼睛看一下。我感觉我的腰开始咧酸啊！规个队伍一定爱是默契啊，爱足埋，耳孔就爱听这个锣的这个声音，这个一个空一声，空一声，我们的那个节奏要一致，大家会越滑越在这个 tempo 内底。好来，去了去，动作快一点，然后滑一点，动作快一点，滑。看大家爬无敢2抓就喘皮皮，看起来这个爬龙船佫真正是无简单。经过1个月等待，5月节即天到位啊，咱嘛赶伫咧龙船落水进前，赶紧来到龙船厝这边。即摆呢是5月节的透早5点半，咱徛的所在呢是顶庄基武兰的龙船厝。啊，虽然讲即摆才透早5点半尔，但是你会当看到现场是足侪人已经咧开始准备啊。因为等下有真侪重要的仪式要开始进行，咱来看看卖者。过来。咱龙船伫龙船厝内底卷出来了后，整理船仔的部分有，咱啊加船头、加船尾，啊，搁来只力度，啊，搁加尾桨。啊，即卖要做的就是加船的动作，这就加船头，啊，这就是咱讲黄藤啦，黄藤就是钉条，将船甲船尾啊这两个部分给连接起来。你教的哦，我哪袂？我先教啦。好，我过较短一点啦。好来。我搁半年啦。这条白家，这条白家。咱即马就是拢时代因都会落去教，啊，咱嘛希望少年仔落来学。咱船头甲船尾嘅教岸，教岸本地船仔是小可翘起来。你即马教岸旋紧之后，伊就翘起来，头翘尾翘，头翘尾翘，伊的重心就是伫这个船尾的顶端。但是你教掉了后，这支会走来走去啊。嘿，所以你就要靠力度的部分，把这支船尾啊甲船体3个元件完全连做一条线。所以这样来看是一条线的，所以伊的结构更紧实。是，那加无按，伊爬起来就戆身，袂冲就对啊。准备好啊了后，咱过来就是爱款摆，看到拢是规矩吼。嘿对，爱穿金衣甲银纸。咱二龙川这白龙船的信仰是老大公的信仰。老大公就是好兄弟啦。所以咱要开婚进前，咱会请基佬。先去江边好请老大公，是啊拜老大公了后，咱会静香，香凹凹的，啊，搁迄个素茶台香，啊洗船啊一日，互伊清净，互伊较清气，过来就会点眼。所以讲，这个文化爱有人，不管是在地还是外围啊，你有兴趣的，拢通来参加。龙船不是一个人爬法的，是爱22个人才好多。这嘛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啊，扛船啊，上无爱30个，只35个才扛会起来。哇，咱这只船哦，非常的重哦。其实这个传统吼，尤其是台湾的这个白龙船吼，其实拢是生做这个形。
伊其实就是三班船啦，三班啊，这个三班啊呢是会掠鱼仔的，会讨海的，所以你看这只船啊顶悬有船目，所以这其实是咱生活内底一部分。老师，我想跟你请问，那个上面有挂一个塑胶袋，迄内底是啥？这个进港标吼，这进港标就是等下要夺标的迄个标，顶悬有挂一包，迄包内底就是底要互好兄弟仔的物件。其实嘛是要互抢着鱼仔的迄个人、迄个单位。二龙川过去的白龙船吼，就是经伫咧一个争抢后黄的时阵，作物要收成进前，大好落大雨的时间，过去是安尼吼。透过这个祈求港道平顺，互咱生活会使较稳定。咱头拄会当看到吼，这个基布兰的龙船已经入来到这个二龙河内底，开始咧顺这个水路，先起哩到顶游，尾啊才西翻头，落来的时阵呢，就会开始现抓头。这个现抓头吼，就是配合着这个锣声，把这个抓头压入去到这个二龙河内底，就是代表吼在地这个老百姓对这个在地老大公甲老大妈一种虔诚甲敬拜心意。等下这个仪式结束了后呢，顶庄下庄的龙船就要会合啊，二龙竞渡的活动就要开始啊，咱紧来去找一个好位。来到会场，就感受到5月节的热闹气氛。主办单位真用心，邀请真侪单位来到这，有迄咧包肉粽，有迄咧挂香包，互二龙竞渡的民俗活动，是愈来愈少年款。莫怪每年来参与的人是愈来愈多。咱二龙竞渡吼，每一年拢是顶庄甲下庄轮流来做举办。上特别的就是，当年这个主办的庄头会去另外一个庄头招船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即马经过咱头前的，就是下庄就尾，要来去顶庄基布兰招船来参与。你看，因即马倒来。二龙竞渡吼，这个白龙船是跟一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龙船是足无共的。伫咱二龙遮吼，第一个是无裁判，嘛无鸣枪，甚至吼嘛无奖金。要安怎来比赛呢？有一个准备区，准备区的这个线有一个彩球。伫咧这个准备的所在的时阵，大概就是安尼爬一个，看大概速度，袂输安尼跳恰恰同款。即马两队伫咧起点的所在，伫咧熬来熬去，熬来熬去，伊就是要消耗对方的体力。开水道是咱红船仔的一个尾队，外水道咧是咱青船仔的基布兰队。无成效，一分无引落啦爱转去起点的所在。双方都无引落双方无引落就是讲因拍落手无拍落同齐若拍落去，才有成功。观众朋友，斗加油啦！起来啊！梅还没，所以还搁回到原点。只有两边拢做伙拍锣，比赛才正式开始。像这款两边来来去去的过程。若讲见头脑，嘛咧见体力想袂到讲这个白龙船本来是伫咧两个庄头内底一个活动，演变到当变到一个这么盛大的庆典，会当互遮的民众做伙来参与。伫咧过程当中呢，会当感受到这文化内底的历史，还有故事。嘛，因为安尼，咱嘛会当甲遮的文化做伙甲传承落去。两队加油加油！